进前受到疫情限制，无法度出国，真侪民众会上山落海，甚至有的人想要落海去看海底内面的世界。除了按照这些上诉干落去畅水以外，即摆也有一种活动叫做自由畅水，就是无爱这个上诉干因为唔免爱装边，看起来真方便。事实上，这款自由畅水比算是极限运动，真需要相关的法规去改做一个规范，才会较安全。 无派氧气罐禁一口气落去畅水，看起来轻便的自由畅水味，其实是有危险性的。关公署这几天宣布修正水域铁佗活动管理办法，将自由畅水味加入条文当中，规定要自由畅水味一定要有相关的证照，带人去自由畅水味的业者也要有教练的能力证明。其中也规定，一定要有熟悉该区域的人做伙才通进行。针对安怎才算有熟悉，关公署表示，这袂当用同一个标准，因刷落来会一区一区去做评估。后续我们会跟这些从不管是业者还是学术单位，我们会分区去做一个讨论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水域油气的一个相关的指引方向的一个guidebook 做出来以后，我们也会给各位就是各水域油气管理机关去参考。 长期推广自由畅水味的台湾自由畅水味协会认为，有相关的规定会当依循，对这项运动是真有帮助的。不过，因也表示，自由畅水味的发展性真多元。目前一个教练一届带4个人的规定，对个人来讲是标准的要求；对观光的商业发展来讲，却有较严格。我今天假设想要做一个渔猎体验，那大家都有证照的情况下，我可能可以带6个人、8个人，这个是未来的商业市场有可能出现的面向。 协会表示，毕竟台湾四边拢是海，要熟悉海洋上好的方式就是畅水味。因希望法律对这项运动的保障会当愈来愈完善，不管是对业者也是对人客，让愈来愈侪人来认捌安全参与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